叻仔，一度跑去，一度跑去，好越位一路，翻嚟啊，翻嚟啊，翻嚟啊！出到嚟啊，出到嚟啊佢！文欣同柏賢搞，文欣柏賢搞，我哋死球，我哋死球！阿泰，你係最邊線，準備向打斜走入去，再後啲，再後啲邊線啲，萬一可唔可以放到我去？阿泰，準備走入禁區12點，12碼點，唔好越位，唔好越位！你自己睇下有冇越位啊嘛！踢走一份，好啦，要翻嚟啦，要翻嚟去。劉樂希準備飲啖水，2分鐘。拉傳俾邊線，跑個乜嘢？傳。內檔俾得㗎啦！派完隊晒。準備幫阿泰，阿泰嗰邊，之後夠啦，之後。冇鬆啊！舉過嚟，幾多時？繼續。攞波，個反應，攞波，阿軍去，個反應，擺低俾阿軍啦，放咗個反應啊，喂，頭多咗啦，講嘢㗎嘛，中場你3個，好重要，唔好好似有上場咁你，回氣啊，阿軍，追呢個，你喺度叫佢開呢個波，諗住個波。啲又少啲嘅，佢哋冇乜氣就機會。搶佢啦！過！大哥！第一啲波啊！
右閘，十八號仔出嚟，Ivan 睇中機。18出，阿杜，踢右翼，4-4-2。阿泰同埋阿生兩個前鋒 ，OK， 兩個最前。阿杜踢右邊，阿希仔留落希仔左邊，阿杜喺希仔右邊，你要翻嚟喎。呢條落埋呢踢真中場。出嚟水啊！輸咗。兩隻跑，去晒，入去！係，阿杜啊你！可以，犀利喎，收埋先，冇事，攞翻，你仔，有，解圍，搶晒死！喂！以為要俾翻我哋喎！有冇信心？使咩細氣仔？細氣有冇信心？過去，轉翻過去。阿來，翻去啊，來，上翻，入去，出啦，機會，有機會啊！一上場唔係果然13勝之後有波啊！13勝之後。你踢右閘，派完踢緊左閘，派完，走，上個氣，你要繼續咁樣上去啊！喺條邊度，企晒喺條邊。喂，未贏喂，好鬆啊！搶翻個波！
仔忍住，死都唔入去，死都唔入去。個肥師，佢有邊嚟上？要翻啊，副招，要翻一定要。轉過嚟，轉過嚟，轉過嚟，黃振生，後來喺入邊啊！走位，走位。揾人俾啊！揾人俾啊！黃振生，啱先講住我哋傳過嚟邊度落去啊？你又出翻去？係，轉咗過嚟單個眼先得㗎。左邊，左邊，左邊。easy。係啊！太遲先俾到佢啊！球精，球精。阿生，阿生。佢打翻最前兩個嚟佢，佢會喺前面幫手搶波啫 ，OK。唔使換，其他人一樣，其他人一樣。佢會喺最前幫下手防守啫 ，OK。阿泰，阿泰，你繼續同佢，你同佢一齊最前。準備搶波，準備搶波。點出嚟啊？係，俾佢踢最前啦，佢幫我搶波呀。你照踢翻左邊。嚟啊，哨仔，嚟啊，哨仔。兩分，咩嚟你？喂，俾幾等？喂，轉身，挑戰佢，挑戰佢，走開啊，哨仔。唉，咪叫你守我哋好啲啊！斷準，斷準。俾人俾，搶分，搶分。喂，好晒位啊阿君掉，轉個波過嚟左邊你。仔落翻去幫手，翻去幫手。70號你嘅，見到70號，70號。OK，上翻嚟，上翻嚟。你冇得喺我度睇波啊！阿泰可以睇一睇佢幾高，你翻嚟幫手啊！佢知啊，你工作。影出嚟，中堅，你去咁樣頂啊！萬一搞亂佢自己走出嚟㗎啦。啊，你睇條中場啲，中場。Go there. Allez, attention. Take your shirts also. Vite, vite. 住佢哋批，住佢哋批，控個先，控個先，我唔使乜，即係批，起，過去，過去，過去。
可以，埋單，可以一腳，可以，有波，個個都落氣，踢上嚟落氣喺度 ，good， 轉身，走佢，好水，埋單叫咗埋單，係向前，軌道，打華仔。求精！阿道，都係轉唔到一個波俾阿希仔，我哋好多波喺右邊，希仔好空都轉唔到過嚟呢邊。子維準備向前搶，子維可以去啊！子維，跑晒，你都要去啊！你安全佢，就撳佢去。阿泰走開，阿泰唔要你去。斬入去！係。挨埋準備。八爺後過去，八爺。哇！做乜嘢？仲縮做乜嘢啊？左邊傳！哎呀，向邊傳啊！逼佢！逼晒！機會嚟㗎！子維，出嚟啊！子維。唔使向前，小維唔使翻前，繼續揾人手，跟住佢一係，好嘢，繼續，俾左邊去，去晒，咁去，贏佢，係咪？好嘢，繼續，生仔去真。左邊有得紅，一級債啊！唉，死仔！先跑啊！
上分，逼分，逼分，埋去。入埋嚟。阿君嗌住大家，出去。尤其是763，763，出嚟763。哇！喂！哎呀！乜嘢避開個波咧？射啊！我有啊！喂！哎呀！拜拜。喂！球證。出去跟住要做，跟住啲師兄做要做嘅嘢。